甲囡仔写台语诗经验分享，作者苏彦德，录音苏彦德。伫社会上，教台语有20年的经验，踏入学校教学生有18年久，一直到8年前才想到，我若退休离开学校，我教台语的历史会留落什么记录？是毋是留落空白记忆？若安尼，敢是真可惜？就因为安尼，才开始教囡仔用台语写作，因为写作会当伫台语界的历史留落美好的见证。透过台语写作，互学生甲老师留落永远的记忆。这是台语老师的时代任务。有人讲，教囡仔讲断定的台语，已经是无简单的一件代志，何况要写台语诗？天下间无学成的事，看咱是毋是要去做？大声叫囡仔练习写作的时，因拢哈一声，敢若袂输爱因的命。经过我温温啊说明，豆豆啊鼓励，就有作品一篇一篇铺上台面。我甲囡仔讲，写台语诗要有诗意、感情，也是趣味性。就是讲，若无诗意甲感情，上无嘛要有趣味性。经过我的分析甲开拓，囡仔豆豆啊，就进入状况。我甲囡仔讲，写台语诗要用台语思考，千万毋通用华语思考。较困难的台语汉字若袂晓写，就用台语罗马字来写。罗马字若袂晓，有对照表通查。若阁袂晓，台语毋捌的字会使问老师。囡仔若是用华语甲我问，我会讲，请你用台语问。譬如讲，伊若甲我问好像的台语安怎写，我袂甲伊讲，因为伊无用台语思考。伊若问亲像两字的台语要安怎写，我才会写互伊了解。因为这个时阵伊有用台语思考，教囡仔在写台语诗的时，爱用台语思考，不准用华语来思考。若用华语来思考，无法度写出有诗意、有感情、甲趣味的台语诗。全新的台语思考方式，毋但互囡仔台语进步，嘛互囡仔的台语听、讲、读、写的能力得到帮赞。伫写台语诗的时，囡仔会用心去思考，伊用台语做中心，这是即仔的教育毋捌有的经验。当然，毋是每一个囡仔拢有法度完成作品，因为一礼拜才一节台语课，只要老师用心鼓励、大心指导，囡仔的作品就是对老师上好的回报。伫写台语诗的过程，会发现无共款的囡仔，有无共款的个性。对因的作品当中，发现无共款的囡仔世界。对囡仔的台语诗了解伊的家庭背景，发现伊内心的点点滴滴。下面是部分台语诗的题目，互大家做参考。时间，我的家、心情、父母、符啊甲鉛笔、四季、亲人、朋友、个性、教室、日头、体格、山、月亮、上天、云、大自然、星辰、天公伯啊、花、
老师的话做环保。学校台语老师日头花写予秋天的花等等。写予秋天的花这首台语诗，2018年得到阿公店溪文学奖台语囡仔诗第1名。写予秋天的花，热天点点已经过，翕热的景致无地找。秋天若是亲像100月，坐伫凉亭举头看明月，天星闪烁看灯火，轮到你甲阮交陪。想要甲你讲出心内话，毋知怎样对你来陪会。凉凉的秋风温暖啊吹，吹甲树丛剩无几蕊花。红红的树叶飞啊飞，美丽房仔叶红甲亲像花，一叶一叶拢是我的宝贝。毋茫永远甲你来陪对，千言万语山明海誓，唱伫寄袂出去的情批。